線道龍之後咧，一馬一雙先係彈咗出嚟啊！呢一條龍舟隊，你唔好睇佢啲人 over 四頭啊，全部都有體力啊啲戰員。咁啊，跟住見到呢個嘅3號線道啦，呢一個東線同啦隨後追上嘅。咁然之後咧，見到咦2號線道啱啱飆咗上嚟喎，2號線道係邊一個？係呢個入境事務處啊。咁啊1號線道嗰邊咧一路慢慢係追咗上嚟啦。咁啊暫時嚟講咧，仍然贏咗一條龍嘅，有呢一個嘅5號線道龍之友，跟住之後呢一個中華電力支隊4號線道，咁啊努力啲追翻上嚟啦。咁而家暫時行第2嘅係東線路，第3名嘅係呢一個嘅暫時見到係呢個2號線道入境處喎，追到上嚟喎，同中華電力支隊追緊啊！咁而暫時贏緊一條龍有多嘅龍之友體育會係呢一個嘅線道龍之友體育會，咁啊應該如無意外佢都係第1㗎啦。咁啊而家第2名嘅見到啲中華電力支隊俾心機啲啊！咁啊見到3號線道呢個東線路應該係如無意外係呢一個第2名啦。咁啊第3名嘅係呢一個嘅2號線道，呢個入境事務處嚟嘅呢個有機會喎。第4名嘅係呢一個嘅4號線道啊，呢一個中華電力支隊，跟住最後嘅係呢一個嘅1號線道佛河運福龍啊。嗱，不過